非一般這對手，前鋒未看透。天多黑，難叫真相遺漏。相反方向去走，跳出公式早有預謀，如在引誘，要我出手，誰在這背後？沿路過圍牆會突然撞破，從前那套路被我解鎖。逆轉的連場推敲如錯摸，將盡頭又折返當初。迷惑過，謎題會逐條道破，逆襲開始了，沒法可以停住我。沒困咗思想飛出天際再激盪，為了想清楚，尋真相再看。距離上榜只差2.5萬票，都好似好多。非一般這對手，迅速地滲透，與身邊來到適當時候，相反方向去守，浸於水底一塊石頭，要在惡救，每次出手，誰又笑於最後？沿路過圍牆會突然撞破，從前那套路被我解鎖。逆轉的連場推敲如錯摸，將盡頭又折返當初。迷惑過，謎題會逐條道破，逆襲開始了，沒法可以停住我。沒困咗思想飛出天際再激盪，為了想清楚，尋真相再看。沿路過圍牆會突然撞破，從前那套路被我解鎖。逆轉的連場推敲如錯摸，將盡頭又折返當初。迷惑過，謎題會逐條道破，逆襲開始了，沒法可以停住我。沒困咗思想飛出天際再激盪，為了想清楚，尋一個結果。謝謝一盒蛋仔的星光營地，謝謝這首歌叫逆襲。非常感謝在最後的這幾分鐘，在一直幫我衝人氣榜的朋友，雖然應該衝不了上去，但是也是非常感動。謝謝我是誰不重要的璀璨舞台，謝謝。唉，唔緊要啦，我有期望下一次。好，是只差一點點先可以再上榜，沒事的。